喺呢啲被雪覆蓋嘅山丘之中，隱藏住一間神秘嘅機構，裏邊藏有一台能夠操控物理嘅革命性機器。呢聽上嚟極度奇特，就好似魔術一樣。呢度就係 IBM 嘅研究設施。喺電腦科學歷史上呢，一啲最大嘅突破呢就喺呢度發生，而且好大機會呢仲會有更多突破，因為呢度就係佢哋打造量子電腦嘅地方。佢哋嘅潛力非常巨大，有望喺材料科學、醫學、基礎物理學等等多個重要領域帶嚟重大突破。但係呢件事咧都有黑暗嘅一面，因為佢哋將會有能力破解所有互聯網通訊。專家話，而家美國同佢最大經濟對手中國之間已經展開咗一場量子軍備競賽。我係 Hannah Fry 教授，一位數學家同作家。我想知道量子科技將會帶我哋去邊度呢？而家國際安全受到威脅，究竟邊個會勝出呢？呢度就係科技界其中一間最老牌公司 IBM 嘅研究總部。佢嚟自1960年代開始咧，就喺呢度發明新嘅電腦科技。呢度好似 The Jetsons 遇上聰明笨伯咁咧。量子科學家 Olivia Lanes 帶我參觀 IBM 最新嘅實驗機器，了解更多。呢部又大又閃嘅巨無霸就係 IBM Quantum System 2。聽落好似開咗機咁喎，但係究竟有咩咁特別呢？即係點解唔直接成部普通超級電腦就算呢？呢個完全係另一條路嚟嘅，佢唔係話將超級電腦整得好一啲，或者將人工智能整得勁一點咁簡單。佢係一種全新嘅計算方式。最大分別咧就係呢部電腦咧可以利用量子物理入邊嘅神秘效應，呢個係佢最獨特嘅地方。普通電腦就係用幾十億個細細粒嘅開關，叫做 bit 咁進行計算。呢啲嘢咧好可靠、好準確，而且會一個接一個咁樣一齊運作。咁如果你叫一部普通電腦去解迷宮，佢就會逐條路一條條咁試，直到揾到答案為止。而家視乎個迷宮有幾大，可能只係幾秒或者幾分鐘就搞掂。但係如果個迷宮真係好大，甚至可能要用幾年時間。但係量子電腦就有啲唔同嘅做法。喺嗰度咧，佢嘅 bits 叫做量子位元或者 qubit， 唔係淨係得開或者關。qubit 可以處於一種叫做疊加態嘅狀態，即係可以同時係開同埋關。我知啦，呢樣嘢聽落好似好唔合理，但係可惜咧，物理就係咁樣運作嘅。去到原子層面就係咁樣，所以跟住我一齊繼續旅程啦。量子位元 qubit 能夠同時處於兩種狀態，而呢種奇特嘅能力意味住一系列量子位元可以同時進行大量複雜計算。所以如果你叫量子電腦去解一個迷宮，佢就能夠同時考慮所有可能嘅路線，並立即俾出答案。呢個能力咧，可以令量子電腦喺短短幾分鐘之內完成嗰啲複雜到而家嘅超級電腦都要計算幾百萬年嘅運算。但呢個並唔係唯一令佢哋成為科學界遊戲規則改變者嘅原因。我覺得最重要嘅其實係大自然本身就係量子力學。當你去到分子同原子層面嘅互動時，大自然其實唔係跟經典物理規律行事，經典物理只係一個好粗略嘅近似。如果我哋真係想明白大自然點樣隨時間演變，我哋就要有一個跟量子物理規律運作嘅系統。咁即係話，終於可以俾我哋有機會喺原子層面進行更深入地、精確地模擬。當你擁有佢嘅時候呢，你可以喺原子層面上設計藥物，呢個係正確嘅，同埋設計材料、電池。我哋以前從未遇到過呢種能力。我哋從來冇遇到過呢種能力。我認為當談論到量子計算嘅時候呢，啲人都會對佢感到興奮，但佢哋興奮嘅呢係佢提供嘅能量同埋計算嘅速度。因為OK 冇錯，
以上嗰啲都可能係真，但我哋應該要咁思考，好似有人啱啱發明咗望遠鏡咁，突然之間我哋可以喺一個以前完全接觸唔到嘅層面去觀察同埋理解事物。至少呢個係我哋嘅目標啦。量子電腦而家仲未能夠做出比超級電腦更有用嘅計算啦，因為實際上就算只係得幾個量子委員，要令到佢哋俾出一個可靠嘅答案咧，都簡直係難過登天。呢個係 IBM 嘅實驗室啦，佢哋喺度測試新硬件啦，喺度我哋可以睇到機器內部嘅結構。哇，真係非同凡響。系統儀入邊係咁樣嘅咩？係嘅。咁我哋睇緊啲咩啊？我認為好多人有少少誤解，佢哋睇到呢個金色閃亮嘅嘢咧，就認為呢個係一台量子計算機。但係事實並非係咁，呢個先係量子計算機。呢個細細粒嘅係咪？呢個係 Heron 晶片。我哋手掌度拎住嘅133個量子位元。呢個值幾多錢啊？超值錢，小心唔好跌。我盡量小心。晶片包含負責進行計算嘅量子委員，而且話佢哋有啲嬌生慣養，都一啲都唔過分。我哋正嘗試以一種非常可控嘅方式喺零和一之間改變量子比特嘅能量狀態。因此，除咗我哋嘗試做嘅事情之外，任何可能以某種方式稍為改變佢嘅外部能量，都會破壞你嘅算法，並俾你錯誤嘅答案。外來能量包括任何熱能，為咗保護量子位嘅脆弱量子狀態，個晶片必須保持極度低溫。呢堆金色嘅層嘅管同電線呢，其實就係一個冷卻系統，會將晶片冷卻到接近絕對零度。做個比較，太空入邊嘅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都仲暖好多，嗰個溫度高好多個數量級。佢真係誇張，所以呢，呢個係已知宇宙最凍嘅。啲真係難以理解嘅凍。但係 Qubits 中意佢，佢哋中意佢專注喺你嘅工作，唔好留意你身邊任何能量。IBM 表示，佢哋會喺2033年前完全發揮量子計算嘅潛力。你可以想象呢個係一項昂貴嘅努力。你知 IBM 將喺呢個量子計劃上邊花費幾多錢呢？我哋仲未有列出唔同嘅支出，但係我認為可以公平咁講，呢個顯然係幾十億美元嘅投資。你知道我哋公司每年喺研發上面就花咗接近70億美金。而家喺我哋科技界，如果你唔係以呢個規模投資，要做全球領導者真係好難。但係你哋都有競爭對手，係咪？你有幾多時候會留意住其他人做緊啲咩？我哋好留心成個生態圈發生緊咩事，但係你要知，其實我哋一直都係呢個領域嘅領頭羊，所以我哋嘅角度係，我哋想有一個產業，即係我哋唔想淨係自己一個喺度做。但係你哋實際上同其他公司，譬如 Google 同 Microsoft 喺呢個範疇，你哋合作有幾多？我哋其實一直都同外邊合作得好多。對我哋嚟講，合作就係建立生態圈嘅核心，都係翻去創造一個產業嘅概念。你哋有冇同中國公司合作？冇，我哋冇合作。請你繼續。其實我覺得我哋都承認喺呢個技術領域，尤其係量子科技係啦。但其實我哋都見到呢啲情況喺其他範疇發生，好似半導體呢度唔單止有好大嘅經濟層面，仲有好大嘅國家安全影響。從呢個角度嚟睇，量子科技絕對屬於敏感技術嘅範疇。美國要喺呢方面做領頭羊有幾重要？呢個極之重要。我覺得呢一點兩黨都已經認同嘅。我哋而家咧見到其中一個現象咧，就係科技已經被提升到同貿易或者軍事聯盟一樣嘅地緣戰略重要性。量子電腦絕對係美國必須領先嘅頂尖技術之一。而家美國喺量子電腦發展方面咧，依然保持住絕對嘅領先地位，但係佢最大嘅競爭對手好快就追上佢。中國落從住喺呢方面咧，佢哋已經投資咗超過150億美元。比其他任何國家多3倍以上。佢哋有幾十間新嘅研究院專注做量子科技。
而且擁有超過一半嘅量子技術專利。喂，你好啊，你點啊？安全專家 Anna Puglisi 一直有為美國政府提供建議，教佢哋點樣唔好俾人拋離。中國真係當科學同科技係國家資產嚟嘅，佢哋唔單止想領先，仲想喺呢啲關鍵領域入邊稱霸。美國唔係都當科學係國家資產咩？我覺得我哋冇一個咁全面嘅長遠策略去整合社會各方面，真係做長線投資。而家我哋面對嘅情況其實唔係一個公平競爭嘅環境，我哋嘅研究人員基本上係要同一個國家級嘅資金對抗。咁我哋講緊資金差距有幾大呢？有啲人同我講啦，譬如我有個實驗室啦，隨時都有5到6名，可能4到6名嘅研究生啦。但係人哋嗰邊佢大型實驗室有50、100個研究生或者博士後。美國開始反擊。我已經確保咗最先進嘅美國技術係絕對唔可以在中國被使用嘅，或者係應用嘅。多得我哋嘅晶片與科學法案，美國而家在科研同發展方面投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邊個最先發掘到量子電腦嘅潛力，將會擁有驚人嘅巨大嘅無比嘅力量。但呢樣嘢都係一把雙刃劍。咁因為有咗量子電腦嘅世界，可能就冇秘密可言。幾乎所有嘅互聯網通訊都係基於使用秘密代碼進行加鑰，亦即係所謂嘅加密。其中好多都運用咗涉及數嘅非常之巧妙嘅數學技巧。係啊，我哋可以取2個質數譬如話17同埋31，然後將佢哋相乘，從而得到一個代碼。喺本例中，呢個代碼係527。而家呢一點非常之簡單，對於計算機嚟講將數字相乘係非常之容易嘅。但係如果你淨知道嗰個大數字，要推算出嗰2個秘密質數係咩，就難得多。用傳統計算機唯一嘅方法就係將所有嘅質數都試一遍啦，一個接一個地檢查，睇邊個能夠對上啦。一種常見嘅加密方式嘅 RSA 就係用幾百位數長嘅質數，要破解呢啲密碼，普通嘅計算機要花上萬億年嘅時間先至能夠完成。呢個確實係加密嘅障礙，呢個並非唔可能，只係需要好長好長時間。呢個就係量子計算嘅真正用武之地，因為量子計算機可以利用疊加原理，同時運行大量嘅複雜計算，並且甚至可以喺短短嘅幾分鐘之內，非常迅速咁將呢類問題高效咁完美解決。咁意味住加密數據可能好快就會被黑客入侵。好少有產業比銀行業更擔心大規模全球資料外泄。Philip Interlera 博士係匯豐銀行嘅量子科技主管。我哋每年處理高達3.5萬億英鎊嘅支付，所以密碼學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大家咩都唔做，佢會發生幾嚴重嘅災難。其實最終你會見到客戶賬戶被入侵，即係話例如身份盜用同埋一啲詐騙嘅交易㗎，錢被偷走。錢被偷走咧，呢個將會造成財務損失，客戶會蝕錢，銀行亦都會蝕錢。但係我認為最終最大嘅風險係信任因素。如果客戶唔相信個銀行能夠保證佢哋嘅賬戶資金同埋數據嘅安全，咁呢個就係一種生存風險。係㗎。呢個係銀行業務嘅基本組成部分。你能夠絕對確定呢件事未發生呢？我嘅意思係，好啦，如果我有部量子電腦，我可以攞晒所有嘢，我都唔肯定我會唔會同人講。唔會，你大概都唔會講。我覺得而家應該冇人有夠強嘅量子電腦可以做到呢啲嘢。但係有啲嘢叫做而家儲存啦，之後解密，或者而家收割之後解密嘅攻擊方式。而家有啲國家級勢力或者惡意分子可能已經開始攔截我哋嘅數據，然後儲存起嚟，就係咁樣等機會，等到有一日真係有一部對加密有影響嘅量子電腦出現嗰陣時，就用得住。我哋討論嘅係咪國家安全問題？係咪咁先係真正嘅終極擔憂呢？呢個呢，就應該係我哋最需要擔心嘅範疇。
因為你知啦，國家級勢力最有可能針對呢啲目標。國家安全相關嘅基建會用嚟收集同埋破解資訊，國家機密都會被揭露出嚟。你會知道所有嘅間諜係邊個，你會知道所有間諜究竟係邊個。如果你突然之間失去咗保密性同埋安全性，就會出現各種各樣嘅嚴重漏洞，無論係個人層面、國家層面，從安全角度、商業角度都一樣。所以你知啦，呢件事真係好大件事啦。匯豐銀行表示冇所作為絕對唔得，銀行一直喺度測試一種方法去保護佢哋數據，防止量子電腦攻擊。而家喺互聯網數據係由光纖入邊嘅激光脈衝發送。呢位係 Dr. Andrew Seales Toshiba 嘅量子科技部門嘅一位主管。一般嚟講 ，optic fiber 啦，光纖網絡都好安全啦，但係都會有被竊聽嘅風險啊。如果我喺 optic fiber 度整一個細彎啦，你會見到有光而家開始漏出嚟。其實黑客可以利用呢個方法，佢哋可以喺 fiber optic 度成個細彎抽取咗光出嚟，再量度翻就可以睇到入邊嘅數據。咁即係話，只要有得接觸條電纜就得啦。冇錯，其實好簡單。佢真係唔敢相信。Andrew 整咗部裝置，利用量子物理入邊嘅奇怪原理去傳送數據。佢聲稱呢種方法係永遠都唔會俾黑客入侵。呢個叫做量子密匙分法，就係呢個。冇錯，就係呢個盒子做緊嘅，就係將單一光子經 optic fiber 送入 BT 網絡。我哋用呢啲光子去產生加密 key， 然後用呢啲 key 去保護由呢度傳去 Berkshire 數據中心嘅數據。呢部裝置會用單一嘅光粒子，即係光子，去產生一個秘密密碼，然後逐粒咁樣經 fiber optic 傳送落去。量子物理有一個基本定律，就係如果你觀察一粒光子，你就會改變佢嘅量子狀態。咁即係話，如果有第三者想偷聽或者攔截 encrypted key， 個密碼就會被改變，變到用唔到。呢部裝置已經用緊電信公司 BT 現有 fiber optic 網絡，將敏感檔案發送到倫敦境內超過30英里遠嘅數據中心。咁你可唔可以講下而家用呢個方法傳送緊啲咩資料？以 HSBC 為例，佢哋傳送嘅就係金融數據，但我哋都同醫院做過其他試驗，好似傳送醫學掃描數據，或者同政府合作傳送政府資料。咁你覺得公司係咪已經有種緊迫感？即使量子電腦仲未完全成熟？係啊，佢哋真係有，大家前排越嚟越意識到量子電腦就快嚟啦。你估仲要幾耐先你會有？呢個問題真係一個好難以回答嘅問題嚟。如果我要賭嘅話，我會話大約5至7年左右。呢度冇乜可能性可言，唔係話會唔會發生，而係幾時會發生。而且大家都已經完全接受咗一個事實呢，就係一旦發生嘅呢種情況呢，我哋而家日常用緊嘅通訊系統呢，就已經唔再適合繼續使用。咁樣你就真係冇得選擇，唯有積極咁去揾一啲全新嘅方法，既要可行又要絕對安全嘅。有啲國家進展得快啲，有啲就慢啲。2016年，中國震驚全球，成功發射咗一粒可以傳送量子 encryption key 去比光纖更遠距離嘅衛星。呢個係一個重大嘅突破。呢個只係中國建立咗更大規模量子網絡一部分，連接晒全國嘅銀行、政府同埋工業，令其他國家都急住追趕。喺新加坡閃閃發光嘅街道上邊，量子革命揾到咗肥沃嘅土壤。呢度嘅科學家希望建立一個牢不可破嘅網絡，可以商業化，以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佢。亞歷山大林教授係新加坡國立大學量子技術中心嘅負責人，該中心由政府資助，聚集咗一批致力於研究各種先進量子技術嘅科學家。佢哋話俾我聽，我會睇到一啲納米衛星。OK，我認為呢個比我預期嘅仲要納米。
呢個比中國嘅量子衛星輕超過200倍。好啦，佢同我講下呢個實驗啦，最大嘅目標係咩？我哋最大嘅目標咧就係想建立一個全球網絡，可以喺全世界分發量子信號。我哋可以用個 optical fiber 分發量子信號，不過有距離限制，我哋無法重複呢啲量子信號。咁因此我哋認為咧，如果你擁有配備 fiber optic 網絡嘅衛星咧，你實際上可以喺世界各地咧建立一個更全面嘅網絡。所以當你發射火箭嘅時候咧，理應會帶住幾個，然後咧將佢哋擺喺你想要佢哋去嘅位。確實咁嘅。我哋喺新加坡所做嘅係測試類似嘅技術，係咪可以喺更細嘅尺寸上運行？你可以想象，如果佢有效嘅話，你就可以擁有一支由小型衛星組成嘅艦隊，呢個更具成本效益，亦都使到此類系統嘅部署更有可能。佢嘅計劃係通過衛星同望遠鏡網絡，將單個光子發射到太空並返回。呢啲量子鎖匙將提供牢不可破嘅全球通訊。呢個就係你想象中嘅光子捕捉器。呢個係正確嘅，呢個係將要接收衛星信號嘅望遠鏡。長距離通訊只係凌教授工作嘅其中一個重要部分。佢哋仲同美國公司合作，同埋中國公司。量子科技係喺國際關係比較寬鬆嘅年代發展出嚟嘅，可以咁講。你知啦，佢係開始於80年代尾、90年代初嗰陣時，大家都好開放去交流人同思想。而家大家仲有冇咁想合作？定係因為而家嘅地緣政治情況，合作比以前困難嘅？我諗大家都好清楚，而家有啲緊張嘅氣氛啦，地緣政治方面有啲張力，大家間中都會講到出口管制嗰啲相關嘅嘢，好似每個人都對量子科技究竟幾時可以真正帶嚟成果有好高嘅期望。你知道嗰啲真正嘅好處，如果你喺好多非常之關鍵嘅問題解決之前就過早咁採取咗控制措施，咁你可能會將部署日期，你最終睇到呢啲好處嘅日期可能推遲到更遙遠嘅未來。呢個呢，抑制咗創新。呢個係正確嘅。科學家們了解量子計算機點樣增強佢哋嘅發現。銀行同埋政府咧睇到咗風險同經濟增長嘅潛力，但係一場高風險嘅霸主之爭，真係會決定未來全球權力嘅走向咩？我覺得圍繞住呢個話題，大家成日都話係一場量子競賽，係咪？就好似兩個超級大國將所有資源都投落去。但係我其實唔覺得呢樣嘢同以前嘅種族主義一樣，我唔覺得呢個好似太空競賽或者核武競賽嘅，因為我唔覺得而家係一個只可以有一個贏家嘅情況。量子未來其實係要打造一個非常重要且極具潛力嘅科學工具，等我哋可以喺原子層面咁去仔細觀察同深入理解成個宇宙。呢種方式其實我哋以前從來都冇機會真正接觸過。好啦，可能我係太過樂觀，但我真係覺得呢樣嘢係全人類都可以從中受惠嘅。